这风调雨顺的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八成啊，你是听了什么鬼话？别醒啊，咱们喝酒，喝酒啊！哎呀，这天是不早了，二位公子还是早些歇息吧。好啊，谢谢你的酒。玄机这个鬼天气太要命了，福小姐。哎，他睡着了。嘘，他每天这么累，要想这么多事情，还要护着我们两个，肯定累坏了。这个天就好好睡一觉吧。无忌，你怎么了？福小姐，你看他怎么流这么多汗啊？怎么了，福小姐？他怎么了？既然给了你这些使命，为何还没有结果？这样的惩戒全是你自作自受，为师帮不了你。一旦这个带着五色石的少女解开了五重封印，她将彻底变成妖女，地飞天也将因她而再度苏醒。到那时，黑暗便会笼罩五洲大地。你很虚弱，很无助。可谁让你是玄灵真业的天选之人？为了五洲天下，无忌，你没有退路。妖女不除，天下将亡。无忌，你必须杀了他，必须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他现在体内真气极其混乱，再这么拖下去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现在立刻帮他用功调理真气，这期间不能有任何人、任何事情打断我，不然我们两个都很危险。好。你现在去帮我把灯熄了，把门关上，帮我看好了。好，记住我刚才说的话。小心啊，福小姐。没事的，福小姐，是紫披风，他们在找人，找不到人就会走的，你放心吧。
下，那个丫头就是在月竹渊做事的工人。杀了他。他们家还有人吗？李家是附近的大户人家，今日是他家儿子的新婚之日，这府上应该还有2个人。那就一个也不能留。走，快点！果然是个美人儿，还真是没白来一趟。早就听说老李家的新媳妇儿，百里内都是绝色。今儿个兄弟们，乐呵乐呵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，我求求你！来吧，这有头痛都没用的。吃了这东西，的确能迅速提升功力，但药性霸道，一旦服下，30日之内只能卖养真气，不能动。不要不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
族，家风好久，拜谢主公。记住旧情，人之常情，何作之有？以身救难，仗义援手，何罪之有？